各位乡亲平安。这个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3主日，吼结果天气这么冷，真有气氛，吼。好，咱来金丝鹅肉。第一首吼，咱免唱，但是小介绍一下。咱今仔日对上后壁往前来唱一遍，吼。咱若看这个上营392首，上营吼。有时咱咧唱上营，咱拢唱甲真熟，所以咱会敢若真自然来甲反应。其实上营真重要。咱若会当掀开咱的信息，咱来看吼。这个它上面有讲，伊讲这个上营的词跟曲是对17世纪来的普世拢在通用吼，所以这嘛是真是一个祝福，嘛是会使做礼拜的开始吼。所以上营其实真重要，咱念伊若咧礼拜结束的时阵，咱就真安尼真应邀来甲上帝学乐吼，这就是上营。好，咱来看第一首咱要唱的是582首。自比疼痛大人君，吼，这首咱真诚意的歌词写了真好咱也会当下咱掀开咱的圣诗，咱的圣诗每一节拢真清楚，会当看出这个歌词所要表达的这个信仰的意义吼。像讲自比疼痛大人君，愿你照顾我灵魂，大影那山砍落来，大风冲狂。那后世，除死以外拢无路，一心愿你请照顾，带我平安到天城，阿乐上帝大尊名。这是这个查理卫斯理非常有名的一首圣诗哈。今仔日牧师替咱选的诗歌内底有2首是伊所写的哈。好，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哈。咱来仔细去思考那个歌词的意义哈。
再来。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吼、这首嘛是查理卫斯理所写，嘛是非常有名，吼、因为伊是恳求圣神，那有关圣神的诗歌，咱若去甲注意，伊的旋律拢真流动，吼、然后伊的谱式较毋是安尼1、2、3、4安尼真好算。较唔是，所以圣神来表达这个圣神的自由，吼好，咱来唱第1节就好，好来。歌词吼，咱会当看一摆第3节的歌词，遐注意一下吼，讲圣神亲像井啊，天实远远无人，高远无人，迷日无人吼，就是没有间隔吼，无人日迷日吼，这咱才小注意。好，咱来看第1首，咱要所唱的是64首。喜乐和平日，吼，今仔日是第3主日，台抗节的第3主日，第3主日的主题，敢若是喜乐吼，第3主日的是喜乐吼，喜乐和平日，咱看这首吼，连你唱起来你会感觉怪怪，是安怎怪怪？伊吼其实是咱洛维道牧师所写的，咱台湾人所写，但是伊是用这个印尼。这个风格所写，吼，所以甲咱较惯势较无共款，嘛讲嘛真有意思。伊是讲这个，咱若看歌词吼，伊其实歌词嘛怪怪，吼，但是伊这是咧表达讲吼，主耶稣降生，伊降生做一个送香的婴儿，安尼吼，所以咱都爱关心所有弱势者吼，当然特别是这个婴儿啦，还是送香的人吼。若无呢，咱就是将主耶稣搁一摆，甲伊牺牲掉安尼吼。这是要提醒咱的呢。所以这首咱一开始呢，咱请圣歌队带咱唱第1节吼，咱连伊4节拢唱，咱先请圣歌队带咱唱一摆吼，好。好像不太知道他刚刚唱了什么。好，咱即马对第1节，咱唱到第4节，吼，请咱诗班会使较大声甲咱传吼。但是歌词是袂歹，所以咱小注意一下。好，我们第1节唱到第4节，好，预备。来。
延长2来。请大家闭关心来敬拜上帝。约翰拿伫沙伦附近的爱卵，在甲人洗礼，因为遐有真济水。众人煞车来接受约翰的洗礼。迄时约翰也未互人关监。几若个约翰的门徒，甲一个犹太人为着洁净的礼仪辩论。因来见约翰对伊讲：rabbi比已经伫约翰同伴甲你做伙。你捌为着伊做真迄位，你看伊现在在甲人洗礼，众人拢去伊遐。约翰应讲：若毋是天赏赐，人袂当得到啥物。我捌讲，我毋是基督，不过是受派来做伊的先锋。即个代志，你本身是我的见证人。带新娘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徛伫边仔。一个听到新郎的声，就非常欢喜，所以我会欢喜满满。伊一定拿兴旺，我一定拿衰微。宇宙万民尊重的爸上帝，阮伫今日大降节期今日第3主日，阮要点到第3期的粉红色蜡烛。代表阮用喜乐的心情来迎接阮所听候伫都市圣囝主耶稣的降临世间。阮心存感恩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女，互阮有份伫属天的国度内底，有你的圣囝耶稣做阮的大牧者，也是大人君。因为早时先知捌宣告，伊是奇妙的牧师。也是和平的大人君，世界要因为伊来改变，和平要临到。伊是世界光，要遍照全地；伊是世界盐，要清去阮人类内心的污秽。伫每一摆大降节期中，
你也互阮有机会来反省阮家己，着备办家己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，立志遵探伊的教示甲诫命，合适放落一切来跟对伊正做基督的门徒。常时也反省家己，伫阮心内减有空位，互主耶稣入来阮的心，互伊正做阮一生跟对主嘛。但阮伫大港节的第3主日，阮要用喜乐，也要宣告主耶稣为阮来出世，要互阮伫罪恶中得到讨白，来得到真正的自由甲活命。伫其他日，阮日子要用听甲感谢来做回应，用安尼来迎接主的诞生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乐你，要吟诗学乐你的名。三个来吟圣诗64首，喜乐和平日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依愿徛伫，同心来祈祷。至关至大全能的爸上帝，感谢主，伫即个圣的主日，无论伫线顶还是实体礼拜，拢通来敬拜阿罗你。今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阮等待庆祝纪念耶稣的出世。你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受苦，顶受字架，死搁活，为了阮的罪过来赎罪。阮伫庆祝耶稣诞生的这个喜乐的时，更加需要学习耶稣的款式，用对你的听来听这世间。总是阮的能力有限，阮看见本来你所创造的万物拢是美好，总是
因为过度使用，致到环境污染严重，气候暖化反常，天灾地变，求助人民，唤起阮每一人的警醒，对阮家己做起，努力来保护固守，也愿你的公义甲和平降临伫这个世间。自古以来，执政者野心致到战争不断，无辜的人民的死失。愿主赐予全球的执政者智慧，听叹你的话语，行公义甲和平伫这个世间，互普世同心促进，世界成做上帝国。为着4礼拜后台湾要举行的总统选举，求你赐阮每一人智慧，互所选出的执政者无私欲，真正凭公义来为台湾这个岛屿来拍拼甲固守。感谢上帝的带领，阮济南教会对130年前日本宣教师来到台湾，经过侪前辈的祈祷奉献，也经历侪新约代代相传，互信仰得到传承。当教会改建已经完成，感谢主，无受到欠工欠料的影响，有侪也伫会友的努力，渐渐减轻所增加的空间，互教会各种的事工会当推展。阮也应该珍惜拍拼来宣扬福音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耶稣，互济南教会成做指标性的教会来荣耀上帝。阮的祈祷有限，迄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有你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大家掀开新版圣诗后面1103页，启言文第58篇，就是罗马书第8章。咱三个来启言。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过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告我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阮互人看做特别抬油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咱三个来吟圣诗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听起灵吟全首。
请坐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庇疼痛的上帝，真理活命是你手术，福分的缘福是对你来。阮只是要用刻薄的心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分件，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，用保惠师来教示阮，透过地牧师的讲道，互阮对你的话语、灵命得到培养，信仰得到坚固，活出基督的香味，良心益人，会哪疼人，会哪疼你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三个来共读圣经新约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31节，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得咱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。敢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？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。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伊定罪？无，基督耶稣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过活，当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在替咱祈祷，替咱祈求。啥人会当切断？基督对咱的疼，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是善者，是危险，也是惨死。照圣经所记载，因为你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，拢毋是。伫遮的一切代志。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春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也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也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神灵，也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要请阿塞诗班赞美大港的刻薄。
下面要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，将来荣耀听的赞美歌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萨诗班再去用这首抬杠的曲目来引带咱伫这个抬杠节第3礼拜来敬拜上帝。这是迄个真出名 Joseph Martin 家己写的诗甲歌歌词嘛非常水。点到抬杠即火，自执火焰情，心得应允温暖，灵得更新搁警醒。若即火伫闪烁，着跳伫暗暝，军队逐个阴影，直到真光来显示。真水的歌词，引带咱渐渐伫抬杠前中间，感受到疼、喜乐甲温暖。咱今日要做伙来分享的这个经文嘛，真特别。拄啊，咱不管是启用伫读的迄个对话，以及拄啊文章长老替咱读的经文，咱应该有发现是同一段就是罗马书第8章的上尾31节到39节。通讲也真特别，咱要后礼拜就要进入这个平安暝圣诞节，拄好罗马书，咱也读到一个段落。第8章的煞尾，会使讲是规本罗马书的最高峰，最高峰。顶礼拜，春生牧师引带咱伫顶一节的经文讲起受造界，伫遐痛苦哀求，也甲咱人类做伙经历败坏的苦束，也期待咱甲上帝囝儿做伙享受阳光的自由。这是28节到18节到25节。另外嘛，讲起圣神用迄个话袂当表达的吐气，来替咱代求，互万事会当互相效力，互听上帝的人，就是咱这个受拣选的人，能得到利益。这是26节到30节。今日进入31节到39节，是保罗特别用心所写出来。伫内面有真侪修辞的表达，是经过设计，真有真悬的迄个高度，佮带有真说服力的气力。通讲是一首听的赞美歌，也指向咱将来要经历的荣耀。这段经文会使讲是第5章第1节一直到5章到8章的结论，嘛会使讲是规本为1章到第8章到读到的一个结论。对5章1节，保罗讲，伫基督内面，咱得到脱离上帝生气，甲上帝建立疼佮和睦的关系。因为伫基督内面的疼，咱享受死的自由。伫第5章讲，咱对罪甲死得到自由。第6章讲，咱对罪甲自我得到自由。第7章讲，咱对律法得到自由。到第8章讲，咱对死亡得到自由。这个上帝的疼的神学，到8章39节达到最高峰。任何的物件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这中间一个关键的字一直出现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。5章1节出现，然后拄啊讲5章、6章、7章，每一章的最后结论嘛拢出现，然后最后到咱今日第8章39节嘛同款，用耶稣基督的疼来做结论。真水的
一个经文。咱就对31节来看今仔日的这个经文。伫遐讲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怎样讲？这个代志就是前几节已经讲到的代志，包括万行事互相运作内底遐要素，包括苦难、将来的荣耀、受造界的拗叫、基督徒的愿望、圣神的扶持甲代求等等。当保罗讲咱要怎样讲的时阵，伊就是准备要做出结论。伊的结论真水，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得咱？从我家己甲罗丁马丁捌讲，上帝为咱这句话 ，God is for us。上帝为咱，这是规本福音上要紧的精华。上帝徛伫咱这边，因为咱的主已经宣称。咱是属于伊的，伫8章14节到17节，伫遐讲，咱正做上帝囝儿，甲继承人。所以即句话讲，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挡咱？是下面继续问足侪问题的一个上要紧的基础。保罗伫遐讲，咱虽然有真侪对敌，上帝若徛伫咱即边，咱就无需要惊这对敌。就算这对敌会互咱受苦，总是伊无法度将咱对上帝身躯边甲咱夺走。这通讲是一个，敢若咧法庭伫遐咧审判的景象，人咧甲咱控告，人想要甲咱定罪，但是上帝徛伫咱这边。32节接落去，保罗讲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这句话伊可能头壳想到的是创世纪22章12节，就是亚伯拉罕欢喜献家己的囝以撒，伫遐表现出对上帝的迄个忠实，而且上帝嘛无惜家己的囝，无将伊独一的囝留咧。家己的囝，即个表达，有学者认为讲，甲领养的囝做对比，咱之前咧讲起迄个继承人领养，但是更加要紧的，而且讲家己的囝是咧讲迄个老爸的心情。做老爸的上帝，为着整个受造界的缘故，将家己上宝贵的囝牺牲。承担迄个真重的痛苦，为了咱牺牲，这里原文是互人交出去，互人交出去，互人交出去。这里伫罗马书是一个足要紧的动词。伫第4章25节嘛，伫遐讲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，交互人害死。其实咧第1章嘛出现3解。上帝将人交互遐罪恶欲望，互人沉沦。交互即字就是讲，上帝互咱有自由去做咱爱做的代志。上帝嘛愿意将伊家己的囝交出来。即字交伫无共款的赞处，一直拢表现出一种心情的迄个喜乐。那国家。创世纪22章12节做对比，咱会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阵，天使有介入，甲亚伯拉罕动咧，讲唔通下手抬你的囝，然后边仔有一只羊羔伫遐。今仔日耶稣的故事内底，无任何神圣的干预，因为无一只羊羔。会当取代上帝羊羔，嘛，互咱想起，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阵，边仔出现迄只羊羔，敢是咧有表耶稣？最后，即节的上尾讲，伊敢袂将万米
嘛白白赐予咱吗？这个表达的方式真亲像第5章9节到10节。上帝已经将上好的予咱啊，伊敢袂甲其他的也予咱吗？这拢是真水的一种修辞的表达。搁落去33节到34节，爱放做伙规段做伙看。一开始就问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咱若一路一直读落去，读到上尾伫遐讲，有主耶稣基督替咱得救，替咱得救。所以这段啦，规段33节读到34节，咱就知影，伊上要紧的主题是咧讲，不管有人安怎甲咱控诉，有人想要甲咱定罪，耶稣基督替咱得救。伫遮咱看见头前讲上帝若为咱，到遮进一步讲基督嘛为咱，基督嘛咧为咱。34节到33节到34节，其实互咱互真侪学者联想到以赛亚书50章第8节。以赛亚50章第8节伫遐讲起上帝的仆人要互定罪，结果迄个仆人伫遐讲，迄个要判我无罪的人已经滚啦，啥人阁会当控诉我咧？同款，伫遮两句的问句拢有真直接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啊？这个修辞的问题是无需要回答的，因为知影毋对，知影是毋对。然后搁落去讲起耶稣基督这段，嘛真有意思。伊伫讲耶稣基督要伫替咱求的中间，讲起耶稣的3项代志，讲伊已经死，上帝予伊告对世人中告我，担已经坐伫上帝的大名。这3个要素，死、告我，坐伫上帝的大名，是一个一直顶头，咱讲爬升，一直咧向顶头咧爬升的一个神学。耶稣基督有替咱死，总是已经告我，担高举、受高举，坐伫上帝的正名。这也反映诗篇110篇第1节，伫新约内底定定去用引用的迄段话。上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名，听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点。耶稣基督因为伊为死告我，爬到上帝正名，伊嘛当替咱来求，替咱来求。替咱来求这句话，表达耶稣做咱代祷者，甲咱的中保。这伫新约圣经其他的经文嘛常常出现。咱进入35节，35节讲，啥人会当测定基督对咱的疼？同款这句话，嘛是一个毋免回答的问题，修辞的问题，就是讲无需要，一定是无啦，一定是无。伫遮保罗讲了7项，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是散车，是危险，还是惨死。讲了这7项，咱若倒转去看保罗家己伫哥林多后书11章讲起伊家己的经历，迄段是真有意思的。保罗伫遐咧讲起讲伊诚做福音的使者，去用拍几解，拄着淹水，拄着什么，侪苦难。咱若甲迄段甲即段连做伙看的时阵，就知影，伫遮所讲到的每一项，拢是保罗家己本身经历过的代志。所以这段经文嘛，诚做基督徒拄着患难，还是困境的时阵，最大的安慰。无一项会测定咱甲基督的疼。接落去36节，保罗引用诗篇44篇
22节。照圣经记载，因为你的缘故，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，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抬的羊。引用这段诗篇44篇22节的目的，是要指出讲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，毋是新的，嘛毋是意外的，因为这就是上帝子民会拄到的代志。事实上，诗篇44篇22节，也是犹太律比真爱引用的经文。因常常将这个经文应用伫殉道者的身躯顶，遐为着上帝来死的人，经历同款的经验。总之，保罗伫37节马上接来讲，拢毋是，拢毋是，这个代志拢无可能切断咱甲基督的疼。伫这个一切代志，即句话，迄个语气，带有一种无要逃避、无要求免、坚定要面对的一个气味。然后保罗讲，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春。这句话咧强调胜利已经完成，胜利已经决定啊。但是伫遐讲靠听咱的上帝，这句话是谦卑伫遐承认所完成的，这毋是咱家己做的，毋是咱因为咱较勇敢，咱较有决心，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作为，是上帝主动的作为。咱进入最后38节甲39节，这是这段经文的最高峰。保罗伫遐一开始用第一人称来宣告讲我确信，但是讲到结果的时阵，佫倒转去到复数，讲咱无一样代志切断咱甲上帝的疼。我确信这个表达，保罗足侪解真爱用，伫罗马书、伫其他的批信拢有用到，是表达一种伊已经真坚定，嘛已经得到结论的一个信念。然后接落去，保罗拢总讲到10项的代志。这10项代志，除了最后迄个心灵以及其他受造物这2项是单独的以外，拢是一对一对的。这一对一对拢是咧描写人生无共款面对的威胁。第一对是讲，无论是死，无论是活，死甲活是人生的上要紧的经历。有时阵，咱也问咱家己，咱较爱活咧，还是较爱死？咱当然，侪人会讲我爱活啊，我无爱死啊。但是保罗讲，保罗家己捌讲一句话，讲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腓立比第1章21节到23节，特别写讲死甲活，人生的中间死甲活是一个真复杂、真侪挑战的一个经验。不管，但是结论来讲，不管是死是活，保罗讲，咱拢是属伫主的人。罗马书14章也佫讲起，因为基督是死人甲活人的主。所以第一对，伫遐讲，不管死不管活，拢袂将咱甲上帝疼隔离。第二对讲的是天使甲灵界的统领者。天使咱常常拢感觉天使是好的吼，但是真有意思，犹太律比真常常咧讲天使对人真怨妒，因为人创造的时阵开始甲上帝听分出去，所以天使心内真恶妒，这是犹太律比常常讲的。所以天使还是讲天顶的灵，无一定拢是好的，嘛有歹的天使。保罗伫遮讲，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，
伫宇宙灵界的溃烂，无任何会当互咱甲上帝基督内底的疼来隔离。咱若读其他的所在，哥罗西、以弗所，还是彼得前书，就读到遐讲，保罗伫遐讲，基督已经赢过这灵性的溃烂。第三对，保罗讲现今的，还是将来的，这是对犹太传统来的。伫讲起现今的世代，还是将来世代会发生的这代志，不管现准时拄到代志，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代志，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疼隔离。第四对，天顶甲地下，中当然有插一个心灵，心灵。心灵即字，咱的台语圣经改甲最后一对改念做伙，其实原来是独立的。第四对咧讲天顶甲地下，过去学者拢感觉讲这是咧讲一种表达，讲不管最高的还是最低的，拢任何溃烂拢袂当隔离咱甲上帝关系。不过这两字希腊文有最近的学者咧讲，这两字是迄个古早占星术的用语，所以特别可能敢若咧讲，伫天顶的迄个统治的灵，甲地下统治的灵，拢袂当隔离咱甲上帝关系。不过有学者认为讲，这两字其实足简单，敢若咧表达讲上悬的所在，不管去到上悬的所在，还是去到上低的所在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拢袂切断。这诗篇139篇第8节，哪亲像支持这种的讲法？咱若读过诗篇139篇，就会记得迄个真水的表达。我去到天顶上悬的所在，你伫遐；我去到阴间上低的所在，你嘛伫遐。所以就表达讲，不管去到什么所在，悬低，上帝疼，拢要甲咱三甲伫地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对这段经文，咱会当学习什么呢？我伫遮提出2项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头一个就是咱读到保罗伫这段经文，拢总做死的宣告，拢是足强的宣告。上帝若为咱，啥人会当抵挡咱？第二句讲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？第三句讲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最后第四句讲，啥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？这四句中间，第一句是上强的，上帝若为咱。英语的歌内底有真侪歌真爱用这句话做歌的名。With God on our side， 上帝若徛伫咱这边。这句话对基督徒人讲，带有极大安慰甲鼓励的气力。咱知上帝徛伫咱这边。搁落去，今仔日经文搁落去，迄两个问题：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？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这两句话咱都已经讲啊，拢指向耶稣基督嘛咧替咱救。嘛一句来讲，基督嘛是为咱，基督嘛是为咱。咱会记顶礼拜，咱咧讲到圣神的时阵嘛，安尼表达8章26讲，咱毋知就怎样祈祷，圣神家己替咱祈求。所以圣神嘛为咱，哇！你若为头前迄段甲读到今日这段，你会发现上帝为咱，基督为咱，圣神嘛为咱。这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快乐啊！咱人生中间，若拄到迄种无谓的攻击，无代无志去用攻击，有时阵咱去用误解，去用诬陷，人甲咱诬告，是有时拄到无情的打压迫害，
咱想起上帝为咱，这个信念要互咱足极大的安慰甲快乐，也诚做咱基督徒一生的信念。上帝徛伫我这边，总是咱嘛爱真细腻。这句话若无小心嘛会滥用，因为上帝为咱这句话是双面刀，双刃剑，双面刀。错误应用的时阵，嘛会出问题。19世纪，当美国为着是毋是爱废除奴隶制度的时阵，发生南北战争。当时南北战争的中间，不管是北面还是南面的领导者，两边拢讲上帝徛在阮这边。后来诚做美国总统的林肯，伊有一个顾问，有一届对话，迄个顾问讲：咱真感谢。因为咱知上帝徛伫咱联邦这边，Union 这边。林肯安尼甲回答：先生，我所关心的，毋是上帝是毋是徛伫我这边，我上关心的是我有徛伫上帝迄边啊无？因为上帝才是对的。林肯的这个回答提醒咱。唔通滥用上帝徛在我这边这个概念。其实同款的代志，嘛发生伫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一次甲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今仔日真侪历史学者甲咱讲，当时英国的军队、德国的军队、俄罗斯的军队，拢会发迄个战争的迄个小册子互军人。每一个军人落地啊。拢有一本小册子，迄小册子内底有圣经的经文，有圣诗，会当互迄军人用的时阵摕出来读，摕出来唱。但是你去注意看，所有的经文、所有的圣诗的主题拢是上帝要引带咱得到胜利，因为伊徛伫咱这边。那照林肯的问题。伊讲，当北边甲南边拢讲上帝徛伫咱这边的时阵，上帝到底是徛伫倒一边？伊一定爱徛一边嘛？同款的概念，这几年美国有迄个宗教极右派发动足侪政治宣传甲运动，反对堕胎、反对女性的自主权、反对移民等等等等。因嘛真爱讲上帝徛伫阮这边，这是值得咱做基督徒上面坚定的信念的中间，嘛爱真细腻的所在。第二点，今仔日的经文另外一个真水的表达，就是上帝迄个袂当过离的疼。保罗的第4个问句讲：谁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？这句话足有气力的。保罗讲：上帝无惜家己的囝，将伊交出去，互人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。这是何等特别的疼！我进前捌甲咱分享，伫70几年前，日本的神学家Kitamori北森家长就已经写这个真出名。上帝痛疼的神学，伊当然伫册内底慢慢引用日本人真出名的故事，讲到迄个幕府时代咧战争的时阵，迄个将军拍败了后，将伊的囝委托伊的仆人带伊逃走。迄个仆人家己嘛有一个囝，所以伊带2个囝咧逃走，中间走到尾啊。走投无路，爱放弃一个囝的时阵，伊将家己的囝牵咧，带主人的囝去逃命。北森家长用这个故事咧讲，上帝嘛是安尼，上帝为着世间人的囝，将伊家己的囝交出去。伊描写讲，上帝其实夹伫2项代志中，
上面伊是公义的上帝，伊就爱判罪人死刑。但是另外上面伊是慈悲疼痛的上帝，伊嘛足爱疼这罪人。所以迄个爱审判的上帝，甲迄个疼人的上帝，互上帝心痛，心伫遐痛痛，毋知要安怎解决的时阵，最后伊会解决的方法，就是用牺牲家己的囝来解决人的罪，互伊家己心痛。这通讲是非常水的一种神学的表达。咱今日的经文嘛咧表达即个希腊哲学内底的上帝观，讲上帝愈悬的上帝，伊就是袂变，袂变嘛无感情。迄个真正的上帝是无感情的，袂改变的。这种的概念会互上帝变做是无感的上帝。但是咱若倒转去读希伯来圣经、旧约圣经，犹太人的上帝观是迄个上帝是愿意改变的上帝。伊会后悔，伊会生气，但是伊当看见人受苦的时阵，伊每一届拢伸手要帮助这受苦的人。上帝是一个愿意为着人受伤的上帝。长时间伫印度照顾这个泰戈病人、汉生病人，英国宣教师 Paul Brand 保罗班德，伊写一本真趣味的册，叫做《痛痛》，疼痛。痛痛这里副标题，这本册的副标题讲，迄个人，逐个无人要治的瘟典，逐个人拢无爱痛。今仔人足惊痛，对无？咱拢买足侪止痛药来食，对无？美国人一冬用4亿食止痛药。迄止痛药的广告佫讲I have no time for pain， 我无时间通痛安尼啦。所以若有痛，紧甲食止痛药甲止痛。但是 Paul Brand 因为伊照顾泰戈病人，伊知影泰戈病人上大的问题就是无感觉，伊的神经麻痹，无感觉。无感觉的时阵，枕头一支断去落落来，耳孔落落来，鼻仔落落来，因为伊无感。所以伊讲，痛是上帝赏赐咱的礼物，会晓痛才会晓痛。咱台语足水的痛这两字对无？会晓痛才会晓痛，会痛才会爱。反正华语啦，会痛的人才会爱。会晓痛的人才会晓痛。这是 Paul Brand 甲咱提醒足水的话。上帝家己的痛，诚做一种动力。伊疼咱嘛学习疼。所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也讲过一句真出名的话：，伊讲只有受苦的上帝，才会当帮助人。迄个会受苦的上帝，才会当真正诚做咱的帮助。因为伊疼，所以咱学习疼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经文最后2节，保罗做出信仰告别。伊讲：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还是将来的，是天顶，还是地下的神灵，还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望这个信仰告别，嘛诚做咱每一个人的信仰告别。我邀请咱大家做伙甲这2节来读一解，诚做咱共同的信仰告别。咱做伙来读，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统领者，还是权力者，是现今，还是将来的，
是天顶，还是地下的生命，还是其他的被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阿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伫抬杠节，互阮搁一届对保罗的批信罗马书学习听的功课。上面阮学习到，你是为了阮的上帝，你徛在阮这边，当阮受苦、受冤屈、受压迫的时阵，拄到苦痛困境的时阵，阮知你徛在阮身躯边。总是恳求你啊，教示阮无将即个你徛在阮这边的观念滥用，知影你也是所有的人的上帝。搁较通过保罗的批信，互阮学习听，特别你甲阮中间迄个听的连结，互阮知无任何物件会互阮甲你的听来切断、来隔离。恳求你将即个信仰的确信放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，特别伫抬杠节期要进入耶稣降生的时，互阮每一届想起耶稣的降生，就想起主你对阮的疼，也将这放伫阮的心内，久久无放。阮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圣诗582首，慈悲疼痛大人君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
这时是公道时间，咱要为下面3项事来祈祷。头一项为今日主日罗甲少年团契圣诞庆祝会；第二项为12月24圣诞赞美礼拜甲圣诞爱餐的举行；第三项为12月24平安暝礼拜甲领洗礼假日教会请会众同声开嘴来祈祷。公道线要请事县长林思祥执事来做结束祈祷。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伫今仔日大港节第3主日3甲主日伫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俄罗你。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分享互阮，互阮伫即个苦难的世代中有盼望、有信心、嘛有喜乐。伫喜乐中，阮就袂惊吓，愿意将耶稣基督出世的好消息，透过教会所举行的活动，分享给更较侪的人。伫今仔日主日儿甲少年团契有举行圣诞庆祝会，盼望你保守儿童的表演，圣诞市场的进行顺利。伫24号后主日，盼望你陪伴阮的心，保守圣歌队的练习。伫赞美礼拜中，用水的歌声、美妙的音乐来娱乐你。伫爱餐中，透过阮三角关怀，将你的疼甲救恩分享出去，嘛保守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的心思意念，思想因所经历你的奇妙救恩，伫平安暝的礼拜中，伫众人的面前受洗礼，嘛祈求圣灵帮助阮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成做一位分享爱的人。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。
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通知事项。头一项，今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，咱点到粉红仔色的牧羊人的蜡烛，因为天使对因讲，毋免惊，我有好消息要甲恁讲。这消息要带予万民极大的喜乐，因为喜乐的好消息，所以这支蜡烛就代表喜乐。圣经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确实在喜乐内，咱就毋免惊，甚至愿意将这喜乐的好消息甲人分享。第二项，今年度主日奉献支出的申请到12月31日，请会友甲各部门留意结束的时间，并且请配合办理。第三项，日本明治学院师生伫12月21日礼拜四，要伫咱教会举行访台礼拜。前校长戴传正牧师捌担任台湾新学院的院长。本会前4任的日本牧师甲第6任吴天明牧师，拢是伊遐毕业。第四，小会定伫2024年第1个主日，就是正月初7，礼拜中要举行新任长老、执事甲单位首长的就任，请兄弟为因来威信甲服侍来代祷，并且就任者以备心甲上帝来立约。新任的长老甲执事，请伫12月2日进前将就任的感言交予干事。第五，圣诞节期的圣礼典，伫下礼拜要举行，请兄弟有备心来领受。12月24暗时7点半，平安暝礼拜圣典开放圣餐，牧师来主理，有小儿洗礼、成人洗礼甲信仰告别。第六，圣诞的庆典的活动，伫12月24暗时7点半，要点到上顶基督的光的蜡烛。圣诞节是听甲分享的季节，感谢上帝将伊的独生囝分享予咱，予咱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，也求圣神来帮助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成做一个分享听的人。欢迎兄弟邀请朋友参加圣诞节的活动。伫今日儿童主日乐甲少年团契
要表演圣诞福音节，好的撒玛利亚人现代版，并且有圣诞的市集有食有跳蚤市场爱餐欢迎大家来做伙来庆祝圣诞。个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，伫咱的主日路教室甲中庭。另外有韩国宣教师的泡菜甲美食的义卖。12月24，圣诞赞美礼拜，主题是忧闷世间就快乐。礼拜时间是联合礼拜，所以对10点才开始吼。就是咱大礼拜堂。另外有圣诞爱餐。下礼拜11点半到1点，伫教会中庭甲美院的教室参观一张50块，请还袂买的人伫礼拜堂的招待处来买，周间是办公室，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都团契用买，为着要方便准备遮食材，要统计分量。请大家若还袂买，会记你今日来买，并且下礼拜来礼拜时会记你带参观来。另外，香港团契伫12月24下昼2点到3点半，要举行圣诞的分享会。下礼拜平安暝的节光礼拜是暗时7点半到9点。团契消息甲大多数项请家己看，只是要请题目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。咱今仔日有一对东门教会的会友林世正甲陈永文，为澳洲回来欢迎请咱兄弟姊妹彼此请安咱三甲来吟献诗392首，俄罗上帝万福本源，请起立，吟诗刷请题目师接导。愿上帝平安，我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请坐，别倒闭会，散会则请参加中庭的地饼会，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这路边的雨伞骹，牧师长老同工来为你祈祷。
谢。